非正式統計，身邊嘅朋友都會話新加坡又貴又悶，但原來根據 Klook 發布嘅統計資料，新加坡喺2025年係港人暑假外遊熱門目的地10大之一。咁究竟新加坡有啲乜嘢玩？一條片帶你睇下我哋5日4夜短 trip 去咗啲乜嘢景點。去旅行我自己覺得最攰就係 plan 行程。新加坡方便嘅位就係唔使點 plan，基本上未去過唔想煩，可以直接打開 Klook 買景點通票，喺個 app 度已經列出晒大部分嘅旅遊景點，然後再揀自己想去嘅，包括環球影城、斜坡滑車、動物園、美術館、濱海灣花園等等。另外交通方面，新加坡作為高度城市化嘅國家，我哋去嘅9成景點搭地鐵都去到晒，而且交通工具仲可以直接用信用卡付款。所以去新加坡之前，我會強烈建議你申請埋 HSBC 嘅 World Debit 卡，換定啲新加坡錢入去戶口，直接扣數。除咗搭車方便，基本上其他地方都可以用到電子支付。成個行程我哋1蚊現金都冇用過，當然你都要換定啲現金傍身啦。Anyway， 呢張卡就算喺日本用都勁方便啦。最後，新加坡消費貴，但其實同香港差唔多。調整返個心態，其實新加坡都幾好玩，景點多元化，餐廳好食，環境乾淨安全，所以未去過嘅你，我都建議你去一次。今次條片到呢度，內文有齊詳細酒店景點資料，有興趣睇多啲可以 follow、share、like，我哋下條片見。